奥阳健康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携手中国香港知名演员张国强先生，正式启动明星产品 Oxford 的中国香港地区代言合作。选择张国强先生作为代言人，是因为他长期以来专业、健康、积极向上的形象深受观众喜爱。这样的形象与浩洋的品牌精神高度契合。我们相信，他不仅将产品理念传递给更多消费者，也能為浩洋品牌注入更多活力與信賴感。回想翻咧喺即係幾個月前咧，浩洋佢哋嘅主要嘅工作人員咧就打電話嚟揾我，同我講開呢一件事話，但係浩洋俾我嘅感覺咧，佢哋真係好有嘅誠意。咁佢三番四次咧都揾我就解釋俾我聽，尤其是更加令我係深深感動咧，就係佢哋幾個就包括阿莊生啦，咁同埋就係佢哋幾個工作嘅主要人員咧就嚟到香港，同我面對面解釋翻佢哋嘅產品係真真正正落實係喺邊度。咁呢一份嘅誠意咧，我係深深體會到嘅。其實唔怕喺度同大家講，我諗佢哋都唔知道，我嘅經理人咧亦都嚟咗馬來西亞咧，就係深入調查過嘅。咁亦都俾我哋咧知道咧，就係佢哋嘅產品喺當地咧都好有信譽啦。咁亦都知道咧，佢產品咧就話好多人用過咧係好好啦，又好穩健啦，同埋即係有一個即係好天然嘅成分喺度嘅。咁所以我對佢嘅產品啊更加係有信心啦。咁所以我喺要求底下咧就係都食過佢哋嘅產品，咁覺得真係咧就係非常之好，尤其是真係我成日都拍戲啦，又成日都做運動啦，咁所以對於我啲關節嚟講咧就好重要嘅。如果係一靈活性啊或者係穩健性咧係好重要。咁所以佢哋嘅產品咧，的確係即係對我嚟講係好切合。所以頭先即係好似佢哋講。希望咧，即係我嘅形象同埋佢哋嘅產品去配合嘅話咧，希望可以就走得更加長、更加遠，將呢個產品咧就分享俾大家需要嘅朋友啦。